何西阿書第13章。從前以法蓮說話，人都戰驚。他在以色列中居處高位，但他在侍奉巴力的事上犯罪，就死了。現今他們罪上加罪，用銀子為自己鑄造偶像，就是照自己的聰明製造，都是匠人的工作。有人論說，獻祭的人可以向牛犢親嘴，因此他們必如早晨的雲霧，又如速散的甘露，像牆上的糠秕被狂風吹去，又像煙氣騰於窗外。自從你出埃及地以來，我就是耶和華你的神，在我以外你不可認識別神，除我以外並沒有救主。我曾在曠野乾旱之地認識你，這些民照我所賜的食物得了飽足，既得飽足，心就高傲，忘記了我。因此我向他們如獅子，又如豹伏在道旁。我預見他們必像雕崽子的母熊，撕裂他們的胸膛，或作心膜。在那裏我必像母獅吞吃他們，野獸必撕裂他們。以色列啊，你與我反對，就是反對幫助你的，自取敗壞。你曾求我說，給我立王和首領，現在你的王在哪裏呢？治理你的在哪裏呢？讓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。我在怒氣中將王賜你，又在烈怒將王廢去。我在怒氣中將王賜你，又在烈怒中將王廢去。以法蓮的罪孽包裹，他的罪惡收藏，產婦的疼痛必臨到他身上。他是無智慧之子，到了產期不當遲延。我必救贖他們脫離陰間，救贖他們脫離死亡。死亡啊，你的災害在哪裏呢？陰間啊，你的毀滅在哪裏呢？在我眼前絕無後悔之事。他在弟兄中雖然茂盛，必有東風刮來，就是耶和華的風從曠野上來，他的泉源必乾，他的源頭必歇，仇敵必擄掠他所積蓄的一切寶器。撒瑪利亞必擔當自己的罪，因為背逆他的神，他必倒在刀下，嬰孩必被摔死，孕婦必被剖開。